會，自我介紹先，我係嚟自新城資訊台嘅節目主持 Rachel 鄭子彤㗎。最近咧，我喺 Facebook 上面咧睇到一條熱播嘅片咧，裡面講到啦個主題咧就係一生只想尋找一個肯捱默記的女人。咁我講到話好多嘅港男咧，對於港女似乎有佢哋一套嘅睇法啦，咁同埋有佢哋一套嘅價值觀，好似咧好難可以揾到一個女仔肯同佢哋一齊捱默記啊，捱下呢一個茶餐廳。咁其實我作為女仔，作為港女添啦，唔係好認同呢一套片裏面嘅講法喎。我自己都好中意食麥記，好中意食茶餐廳嘅喎。咁但係個問題就喺呢一度啦，好多嘅好男，好多嘅好女。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哋真係揾到屬於自己真正嘅另外一半呢？咁我另外咧又喺台灣呢邊咧白到樣嘢喎，有一個咧好大嘅社交平台，呢一個咧叫做 iPad 愛情公寓。咁裡面咧就真係有成超過450萬名嘅會員，有好多好男嘅好女喺裏面啦。咁點揾呢？今日喺呢一度咧就將呢一個好消息帶俾大家，因為咧三香港同埋 iPad 愛情公寓咧就會攜手合作啦，喺香港就充當月老拉起紅線，令到好多嘅有情人咧都可以喺呢一個嘅平台上面咧揾到屬於咧佢哋嘅真愛啦。咁但係到底呢一個嘅緣分，呢一段嘅愛情咧，即係屬於三香港同埋 iPad 嘅情緣係點樣開始嘅咧？不如咧呢一個時候，我哋先請咧就係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流動電訊董事總經理龍佩英小姐咧，就同我哋講下呢一段嘅情緣啦。有請龍小姐。大家好，好多謝大家出席今日嘅記者會，特別歡迎我哋台灣嚟講嘅 iPad 團隊嘉明同埋志明，可唔可以企起身？呀，就準備站起來啊！大家看住呢兩位朋友咧，其實就係一個創投科技公司非常成功嘅一個代表啦，10年前已經開始創投呢間公司嘅，咁今年啱啱喺台灣上市嘅，即係做呢個 community portal 咧可以上市嘅公司咧，我暫時嚟講，我覺得都係寥寥可數啦。咁我哋都好戥佢哋高興，咁同埋佢哋喺成個服務亦都做得好好咧，陣間你哋會睇到，即係我哋會逐一介紹。咁大家都好奇怪，因為我哋今日唔賣手機，走去賣公寓啦。咁雖然和記地產都有公寓賣嘅，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其實即係賣嘅公寓咧，就係好先進嘅，係一個 virtual 嘅公寓。咁講翻幾個月前，我啲同事同我講提到呢間公司咧，我就話咩嚟㗎？咁好得閒啊咁。咁但係後尾聽落去咧，我哋後尾再研究咗好耐咧，就發現其實呢個服務咧係相當有價值同埋有趣嘅。咁我哋覺得咧首先咧香港同台灣咧就好近嘅。咁而家咧就非常之多呢個寂寞男女咧，我哋需要同佢匹配嘅。咁我覺得有450萬嘅用戶喺上面咧係一個相當大嘅平台。咁點解我哋要同佢擺上去咧？因為而家手機咧，基本喺我哋嘅客戶群裏邊咧，有一半咧係由18歲去到44歲嘅。咁而呢一部分人咧，其實係每日咧都係手機不離手嘅。咁我諗找一個伴侶同佢部手機咧，基本係兩樣嘢咧，息息相關，係唔可以缺一不可啦嚇。咁所以我哋覺得嗰個無線電話服務同埋呢個社交團隊嘅服務咧，呢個叫咩community 啦嚇，社交服務咧係其實對於我哋整體嚟講咧係對嗰個用戶咧好大嘅幫助。咁喺香港嚟講，點解我哋覺得個市場係有一個興趣或者有個機會去做呢樣嘢咧？其實有啲數據咧，可能大家唔講都唔知。香港嘅單身男女咧就越嚟越多。咁而家咧全香港咧30歲或者係以上嘅單身男女咧係超過70萬人。咁香港嘅青年男女咧，其實嗰個結婚年齡咧，喺過往嗰10幾年咧，係由平均咧男仔以前係22歲嘅，去到23歲度咧，而家去到成30歲。女仔咧就27歲嘅，19
81年嘅時候係27歲啦，平均結婚年齡，而家佢係31歲。咁似乎啲男仔就即係遲咗先結婚啦，因為可能香港啲樓貴嚇。咁而家即係儲錢買樓都需要一啲時間。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其實越嚟越多獨身嘅男女咧咁有70萬。咁我哋相信喺我哋3嘅服務平台裏邊都有大部分嘅我哋希望咧可以呢個服務咧可以帶到俾佢哋一啲新嘅體驗啦。咁講翻 iPair 咧呢間公司咧，其實愛情公寓呢個平台咧係響過往10年咧係做咗非常之驕人嘅成績。咁其實佢哋咧 so far 係已經成功咁樣撮合咗16萬人係結咗婚嘅，甚至乎咧係有11萬咧嘅 BB 係出咗世嘅。咁香港咧，其實我哋希望咧，藉住我哋年輕嘅客戶群咧，可以同iPair 呢間公司啦，或者係愛情公寓嘅產品咧，可以更加帶到俾香港嘅用戶，可以匹配到佢哋揾到佢嘅 Mr. Right 或者係 Miss Right 我相信咧愛情公寓咧係可以俾好多愛情可以相遇嘅。咁希望大家嘗試下呢個服務，亦都幫我哋做多啲推廣。Thank you。咁我知道咧，其實呢一個 iPair 愛情公寓咧呢一股嘅颱風已經由台灣咧就吹到嚟香港，咁好多單身嘅男女咧都好大反應，好開心喎。咁到底佢哋反應係點咧？不如我哋而家先去邊睇睇嚟。仲未上咩？